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接着要为各位介绍这一章，介绍这一章，因为什么我特别要写这一章呢？因为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，因为去年吧，今年现在就是去年的年底在11月左右，师父呢。 在长春，我们有办了一场梁皇宝忏的法会。办完了之后呢，很多莲友很慈悲，非常的发心呐、他们就出钱出力，结果购买了羊啊、马呀、驴子，这样他们说要放生，我说那你这些这么庞大的这些数量，到底多少钱呢？他们说大概台币要400多万呢。我一听当场就愣住了，这么多钱，师父也没有带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慌乱了，紧张，因为看到众生需要，我们应该要尽力而为，对不对？尽量要达成。但是问题是没那么多钱，现在怎么办？后来大家共同发心了，集资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它购买。当时我本来他们问我说：“师父要不要做？”我就很坚定的语气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一定要放生，一定要做。”结果他们就好，师父，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就推动。没想到我们就买了很多羊啊，就100多只，当接近200只，还有好多的全部都放生。结果我们法会结束了，师父刚好知道吗？在帮他皈依、念佛回向为这些众生忏悔。结果我们正在念这个仪式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天空的毫光啊，现场各位你知道吗？照的相片太吓人了，大家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惊喜，对吧？很惊讶。又非常的欢喜，龙天护法、诸佛菩萨开心高兴了，那个光啪就射在那个所有动物的身上，在我们现场进行的仪轨当中各位，每1分1秒都是在佛光普照，而且地上涌上莲花，那个莲花就从地上涌上来，那个佛光各位强五彩毫光，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。所以各位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，我都有相片，而且他们现场照的，我们都给所有的莲友大家看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，没有办法作假。所以你看，你要放生，结果没想到我们呢，法会结束了，把这些羊送到放生园去了。没想到第2天那个羊都生了7、8只的小羊那个很多都是有那个羊的妈妈呀，羊妈妈呀都怀孕了。如果我们不放生，这些都被杀了，都被宰掉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多悲惨呐！人做不好，投胎转世做动物。动物如果它的业障一消，他有资格再来投胎做人。我们不断的在轮回，人来转世动物，动物转生做人，这种案例太多了，各位，所以我们了解到，我们不可以随便杀众生，对不对不可以随便杀害。现在师父讲这段，可以告诉各位，尊重生命，第一个就是要戒杀。首要的就是戒杀，我们一定要戒除，不要去杀害众生。我听到说什么很多地方杀狗到狗节的时候，把那个狗杀的，真是一直杀就1万多只。你看那个印度各位杀那个牛杀牛，各位知道吗？杀了当那个什么不知道什么节日。结果那个节日当中杀了1万多只，血流成河，像一个河流一样，这样一直滚而下。各位，你看那个多凄惨！牛狗都是非常有灵性的，
非常有灵性。没想到这些杀业的人呢，各位知道吗？第二年大地震了，尤其是那个尼泊尔也是一样，各位杀了很多牛，结果最后第二年，所有这些最古老的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全部坍塌了，因为地震整个垮下来，100年的老建筑物一下毁之于一旦。一个晚上之中，地震把这整个摧毁了。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？史无前例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案件，突然间因为杀那个牛了以后所造成带来的这种灾难，这种厄运，各位，你看他们报复不甘愿呐，心里面满怀着仇恨，我一定你杀我，我绝对要报复你。所以你看。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尊重生命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，动物也能成佛，人也可以成佛。所以我们为了要尊重生命，一定要戒杀，发挥爱心，疼惜世间的万物的生命，万事万物一切的生命，我们都要能珍惜它，疼爱它。真正慈悲的人，绝对不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为了贪吃。你吃了只有3寸嘛，这3寸，你吃下去了，什么味道你完全不清不楚。你吃下去了，什么感觉都不会再发生，就不会再有那样一个感受。所以你看，为了一点点3寸的这样一个感觉下去了，什么都没有知觉了。但是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个欲望，去杀害其他的动物，太不好了。各位，杀生很容易短命，杀生很容易生病。各位，杀生很容易有一种不幸的灾难。所以为什么你印图不好，你的身体不健康？为什么你这样子长期的缠绵在这个病床上面，永远没办法做断除？在哪里？杀业太重。你不懂的，原来他就是众生，他是我们的六亲眷属。你不懂，你不了解，你没有那个佛眼，没有那个慧眼，知道吗？你没有阴阳眼。你看不到，原来他是什么人来转世，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就你看，为了自己的口福，随便杀害他，结果有时候都杀害自己的朋友了，自己的爷爷奶奶啦，自己的爸爸妈妈啦，都杀了，你根本不知道啊。所以人呢的愚痴，人的没有这种智慧，颠颠倒倒的行为偏差。就是这样造成了我们为什么会堕落，为什么会受苦，为什么一再的轮回，都是这样造成的，都是这样造成的。所以人世间是一个污浊恶世，非常让我们众生很容易落在陷阱里面，而且无法翻身的，很难跳脱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，我们不要去杀害众生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提倡。我们不但要放生，还要护生，保护所有的众生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